风调雨顺对看天食饭的农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进前暖冬雨水少，但是到顶礼拜连落10外天的大雨，南投县的农作物损失惨重。高农辛辛苦苦所种的甜桃啊、甲芳水梨啊，原本已经结果准备要来收成，结果大雨甲果实拍落了，收成只有平常产量的2成，参成本都收袂转来，农民真哀怨。 来到李亚园的所在，敢若看到果树顶面有一寡青色的李亚，也未熟的，那呢熟的拢伫倒位咧？向涂骹一看，这红红的李亚落去大雨降落涂骹，根本是把稻菜收。人咧，大家讲拢无啊，我阁还有一寡，我阁唔敢怨叹。哇，落这雨落就破销去啊，比无啥还搁较食啦。 顶礼拜华南分河区连续大雨，南投国姓乡的甜桃甲这芳水梨啊，产量只有平常时的2成。因为果园面积详细，无都得到农作物天然灾害保险的补助，果农纯利收成有780万。去年气候异常无收成，今年无简单，才开花有个50万的收成。结果咧，大雨一落来，估计只剩无够10万。农作物天然保险嘛，这个部分能够普及化。 因为据我所知，他们现在所针对的是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。国姓乡它的一个面积其实是个案应该都可以来处理。暖冬结雨，果实收成无好，如果拄到大雨严重的落果，这收成只有平常时产量的2成，果农成本拢泡汤，真正是白哭无目屎。